起發財。首先響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每逢過年，最期待嘅梗係一餐又一餐嘅年飯啦，同親朋好友共聚一堂，再加上傳統年菜，美味又有好意頭，真係熱鬧豐足又開心啦。不過呢啲美酒佳肴往往高脂、高糖又高鈉，一唔留神就會食出一圈福氣架啦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啦？呢啲傳統美食背後，其實都藏住唔少營養學嘅智慧噶。最緊要都係識揀同識煮咯。今日我哋就運用聰明又有型嘅替換法則同黃金配搭法，從盤菜到年糕，從糖蓮子到蘿蔔糕，一齊嚟睇睇點樣既可以保留到傳統年味之餘，同時仲可以食得更開心、更健康㗎啦。開始之前都請大家先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睇喎。完成咗，我哋就即刻起筷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營養快訊，我係 YY， 係你追求身心靈健康嘅一個同行者。過去15年，從協助學術研究、企業培訓到社區諮詢及運動健體推廣，我嘅工作只有一個核心，就係幫人揾返身心靈健康。一句講晒，最緊要快樂，活在當下，享受人生。其中一大元素必定離唔開嘅就係講飲講食。喺呢個系列，我會用最快嘅時間同你分享一個最實用嘅營養資訊，唔講咁多廢話啦，即刻去片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年菜之首，象徵團圓豐盛嘅盤菜啦。一客傳統盤菜熱量驚人，每人話咁容易就食到近1000卡路里架啦，飽和脂肪同鈉含量超標都幾乎可以肯定嘅。點解呢？試諗下，底層嘅豬皮、蘿蔔同枝竹，吸滿晒上層五花腩同燒鴨啲油脂，真係名副其實嘅吸油海綿嚟㗎。再加上慢火煨煮或者不斷翻熱，醬汁不斷濃縮，直接導致水腫同血壓飆升，真係唔係講笑㗎。咁想健康升級，我哋可以點改良呢個盤菜呢？可以採用今日介紹呢個3層營養金字塔嘅黃金配搭法啦。底層放啲高纖維食材，好似西蘭花、冬菇同黑木耳咁；中間嗰層就放蛋白質嘅嘢食，好似雞肉、魚蛋、豆腐呢啲；而最頂層可以放啲海鮮，好似蝦咁，同埋少量海味、海參、鮑魚呢啲名貴又有儀式感嘅食材嚟點綴下，令到風味更突出，又保留到傳統豐足貴氣添。而醬汁方面呢，可以揀啲低鈉嘅蠔油，甚至盡可能用水稀釋啲醬汁配啲天然香料，好似蒜蓉咁嚟減少鈉嘅攝取就仲好添。至於食果時就可以用埋營養快訊一直強調嘅3-2-1原則，先食3啖蔬菜，再食2啖肉，最後食啖飯或者粗糧，好似芋頭咁。咁樣食，膳食纖維同礦物質攝取即刻提升晒之餘，仲可以減鈉，亦有助血糖穩定㗎。除咗盤菜，仲有啲菜式，好似象徵富足嘅年年有餘就一定唔少得啦。魚本身就富足㗎啦，有好豐富嘅優質蛋白質同奧米加3嘅脂肪酸，對心臟同腦部超好㗎。但係傳統版嘅代表酥炸釀鯪魚，加入臘尾泥釀、臘腸臘肉，本身就係加工紅肉，含有亞硝酸鹽，再配埋個濃郁豉油汁醬，超高鈉咯，而且仲要煎炸添，飽和脂肪同熱量都相當高㗎。咁點樣可以將佢變得健康啲呢？首先，我哋可以揀啲深海魚，好似石斑咁，同埋含有豐富礦物質同奧米加3脂肪酸嘅黃花魚，都係唔錯嘅選擇嚟㗎。煮法方面就用清蒸嚟取代煎炸，仲可以充分咁保留到入面嘅營養添。再用薑蔥絲、檸檬片呢啲天然調味料，同埋轉用減鹽嘅豉油嚟取代重口味嘅醬油，咁樣就可以增加維他命 C， 幫你強化埋免疫力添。希望呢道年菜可以帶俾你年年有餘，健康有餘啦。另外，仲有一道年菜必點嘅菜式，咁梗係發財好市啦。寓意雖然好，但係傳統發菜其實營養價值唔高，仲會破壞環境添。所以建議用海帶芽代替發菜。海帶芽有豐富嘅碘同褐藻糖膠，同樣可以幫你提升免疫力㗎。而蠔豉味道雖濃，但鈉含量偏高，可以試下改用鮮蠔同香菇嚟保留鮮味，又可以減鈉，真係一舉兩得啦。呢度改良版嘅發財好市，唔單止富貴，仲環保又營養十足添。除咗餸菜，又點少得啲新春喜慶嘅糕點呢？跟住落嚟，我哋就睇下象徵步步高升嘅年糕同蘿蔔糕啦。年糕主要用糯米同蔗糖做嘅，雖然可以提供快速能量，但佢係高碳水化合物，升糖指數同熱量比白飯更高㗎，快速升高血糖，仲會增加胰島素負擔添。而蘿蔔糕雖然有蘿蔔，但傳統做法就加入咗好多臘味。再用煎炸方式嚟烹調嘅話，鈉含量好易過量之餘，熱量都幾高㗎。如果要健康升級嘅話，可以用藜麥粉代替30%嘅糯米粉，再加入紫薯去增加纖維，同埋可以用紅棗泥或者甜菊糖嚟製作，
咁就可以降低糖分嘅攝取價啦。再以蒸煮或氣炸去取代油煎，就可以減埋脂啦。或者可以用紅豆去做個新式嘅紅豆年糕，增加咗抗氧化物，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㗎。而自製蘿蔔糕呢，就可以加啲甘筍絲、蝦米同冬菇，同樣用蒸煮或氣炸取代油煎，每次控制食2-3塊就好啦。仲有啲賀年嘅糖果小食，好似油角、煎堆咁，煎堆碌碌、金銀滿屋，有邊個唔中意？不過小心佢哋都係啲油脂炸彈嚟個。仲有過年每家每戶都必備嘅全盒，裏面放滿糖蓮子、糖冬瓜同埋各式各樣嘅糖果，寓意甜蜜同豐收。但係唔覺意食多咗，糖分攝取就相當驚人㗎啦。其實想要甜蜜同豐收，無添加嘅乾果、黑朱古力同少鹽甚至無鹽烤焗嘅堅果，好似杏仁、核桃同腰果咁，唔只有豐富嘅不飽和脂肪酸同礦物質，仲可以俾到你一個豐滿又健康嘅全盒添。新年期間團圓共聚，除咗食之外，又點少得飲翻2杯呢？傳統米酒暖粒粒，但酒精傷肝喎。甜嘅嘢飲同埋汽水又高糖分，過量糖分同酒精會影響血糖、肝臟健康，仲有機會搞到腸道微生物群失衡添㗎。咁其實想飲出清新年味，其實都有唔少選擇㗎。首先最簡單嘅就有無糖花茶同普洱茶咁，普洱茶裏面嘅茶多酚可以幫助分解油脂，絕對係食完一餐豐盛年菜後嘅最佳拍檔嚟㗎。仲有洛神花山楂茶，紅紅火火，顏色喜慶又解膩消滯，山楂有助於脂肪酶分泌，幫助消化肉類添。而蘇打水加檸檬就可以取代汽水，減少糖分嘅攝取之餘，仲有維他命 C 添。另外無酒精嘅薑茶亦可以代替米酒，薑有抗炎作用，真係貨真價實嘅健康之選嚟㗎。如果真係一定要飲酒呢，都記得要飲慢啲，同飲多啲水啊。除咗傳統新春美食佳肴大改造之外，今日仲會嚟多個華麗轉身，同大家分享一個又潮又有型嘅新春菜單㗎。首先，第一道寓意風生水起嘅彩虹撈起嚟做個前菜，用新鮮切絲嘅彩椒、紫甘藍、青瓜、腰果同三文魚刺身作為食材，配埋個混合咗青檸汁、辣椒碎、蒜泥、些少魚露同埋蜂蜜嚟調味提鮮嘅醬汁。呢道菜唔只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同奧米加3脂肪酸，仲有助對抗身體發炎、強化免疫力，等你新嘅一年容光煥發㗎。然後再嚟2道寓意花開富貴、金玉滿堂嘅主菜，分別係金銀蒜蒸鮮帶子、拌翠綠西蘭花，而另一道菜就係用南瓜蓉取代傳統鹹蛋黃烹煮嘅富貴黃金蝦粒。呢2道菜唔止低鈉、低脂仲低熱量添。而南瓜含有豐富嘅 β 胡蘿蔔素，抗氧化之餘又護眼，真係富貴又健康㗎。仲有啱啱介紹過嘅步步高升藜麥蘿蔔糕，藜麥含有9種必需氨基酸嘅完整蛋白質，做主食啱晒咯。賀新春嘛，完美嘅一餐又點少得甜蜜蜜嘅甜品呢？甜品我哋就有寓意富貴吉祥、長壽健康嘅桂花紅棗柚子蜜伴蒟蒻嘅甜品，高纖又抗氧化，簡直絕配啊！餐後用奇亞籽、枸杞同些少蜂蜜，再加啲紅石榴同2片橙嚟調製杯新春活力特飲，膳食纖維提升晒，維他命 C 同抗氧化成分又極之豐富，仲促進消化添，直頭完美啦！農曆新年係同家人朋友共享美食同歡樂時光嘅日子，而新年年菜寓意深遠，每道菜都承載住無限嘅祝福。但係傳統賀年食品一般都隱藏住3高嘅問題：高油、高糖、高鹽咁。不過透過我哋好聰明咁改良、升級、配搭，你唔單止可以食得熱鬧，又享受到傳統年味，仲可以守護住健康添。今年就一齊嚟打造美味、營養、好意頭嘅3贏新年，開開心心咁過一個福滿嘅好年啦！影片都接近尾聲啦，而家都想麻煩大家俾啲意見嘅。對於今集介紹嘅新春有形如意宴入面嘅菜式，有冇邊款你都中意，想試下整㗎？分別有第一道菜彩虹撈起，2金銀蒜蒸鮮帶子拌翠綠西蘭花，3富貴黃金蝦，4藜麥蘿蔔糕，5桂花紅棗柚子蜜蒟蒻甜品，定係6奇亞籽枸杞紅石榴蜂蜜特飲呢？快啲留言話我知啦！如果你都有啲有型賀年食品嘅推介，都一定要分享下喎。最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年年有型，笑口常開，身體健康啊！如果你喺增肌減脂控重嘅路上，仲有壓力同困惑嘅話，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陪住你一齊去破解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埋俾朋友，並且訂閱我嘅頻道，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營養快訊㗎。
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見。